香港嘅生活成本真係幾高㗎。就以我嚟講啦，房租大概每個月18,000蚊到，40零平方，我同我太太住。另外我自己最基本嘅生活費啊，又或者出街食飯啊，大概係5000蚊到啦。再加埋其他茄哩呱嘅雜費咧，大概每個月都要25,000啊。如果加埋我太太咧，加多1萬蚊啊，35,000左右。平時我都算慳㗎啦，出入好少搭的士㗎，通常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。但係我住香港島啦，過海最平嗰程巴士都要大概13蚊左右。如果搭地鐵，可能仲更加貴。另外食嘢啦，通常都會同太太去飲茶。好彩我哋兩個都唔算好大食啊，大概嗌5個點心到啦，都係講緊200蚊有找。平時如果冇乜特別節目啊，可能都會喺屋企煮，又或者落街買個兩餸飯。好彩樓下有間兩餸飯都係講緊36蚊，有2個餸喎。不過食得多都會厭啊，有時都會食得大家樂。不過呢，大家唔好以為大家樂平啊，大家樂晏晝嗰餐都要大概40蚊，夜晚嗰餐啊60至70蚊走唔甩啦。我比較着重健康㗎，所以每個月呢都會有啲開銷喺一啲健康食品上面，所以加埋最少每個月呢都要25,000蚊左右。呢啲仲未計呢，有時要同屋企人出去食飯啊，或者同朋友去娛樂啊。所以喺香港呢，我哋成日有句說話就係揾少個錢啊，都可能有啲焦慮喎。好多內地粉絲成日羨慕我哋香港高人工啊，但係其實如果你喺香港工作嘅話呢，你首先要解決居住嘅問題，另外就係每日食飯嘅問題。其實我哋香港唔似內地咁樣啦，冇乜僱主話會包食包住㗎，就當你2萬蚊人工，你扣減翻你居住嘅成本，又或者你每日食飯嘅成本，計晒所有生活成本，估計你每個月大概可以儲到1半到啦。當然啦，對於內地嘅朋友嚟講，如果每個月可以喺香港賺到8,000到1萬蚊，其實相當不錯㗎啦。可能喺度做1-2年，翻去內地已經可以過一個唔錯嘅生活。所以呢，其實如果你哋計掂喺香港嘅生活，特別係居住嘅成本，其實嚟香港工作可能都係一個快速賺錢嘅機會。大家唔好以為我喺香港成日好似好得閒拍片咁冇嘢做啊！嚟緊稍後我都會有一個新嘅開始，一個新嘅挑戰。可能我呢份工作都可以幫到你嘅喎。不過而家暫時唔方便講住。無論如何啦，我只可以講喺香港工作節奏非常之快。如果你真係打算喺香港揾食嘅話，你一定要學懂跟上香港人嘅節奏啊！我見到好多僱主啦，特別係一啲飲食業嘅老闆啦，佢哋都係好喜歡內地嘅勞工㗎，因為佢哋抵得諗、捱得苦，同埋做嘢非常之搏命啊！呢個都係你哋嘅優勢。所以如果你哋真係諗住嚟香港工作嘅話，不妨可以嚟香港嘅旺區行下啲街鋪，行下啲食肆，亦都了解一下佢哋想要揾一個怎麼樣的員工啦。實地考察過啦，亦都覺得自己可以頂得住香港嘅高壓、快節奏嘅環境啦。咁再決定落嚟做嘢都未遲啊！當然啦，如果你識講廣東話嘅，喺香港工作就更加方便。所以記住多啲睇我嘅視頻啦，希望透過我嘅作品可以俾你聽到正宗嘅廣東話，同埋了解更加多香港嘅文化、香港人嘅諗法。我係香港千記，每日分享正能量、美好嘅香港人事物。